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古称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十二生相，刺牛虎兔龙蛇马，普遍加减拢用俗语话咧比评世间事。今日咱来研究一个好诶。头一句咱来讲送肉饲虎。国情啊，我知，肉送去到虎的嘴边，合的伊就加去啊。这表示啥？表示你自吹死路嘛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嘛，无毋对。迄肉呢，遮大地，虎就当咧瘾食咧，表示讲你自投罗网，无毋对啦。用虎做比拼，头一句台湾人咧设一个四字的成语，真牛。另外吼，佫有一款人，伊毋是表面上讲看到肉就要加，毋是呢，伊拢甲你笑甲呢嘴啊圆，是在心肝内拢咧用无做假。我那台湾人咬舌用三字就表明啊，讲迄款人叫做笑面虎，不是咧甲咱扮笑面，毋过心肝内拢咧想讲当时乌一个窟啊叫咱跳落。哇，朋友讲来到这，你会讲国情啊，当用虎做比拼俗语话呢，敢若拢反面呢。我想好呢，敢有迄个好话通我探讨？有啦，国情就认真伫咧编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。形形色色用各种动物来比拼世间事的俗语话，一句一句，一项一项，咱来研究啦。再来加讲一句，来讲古早时代，官厅捕快不比即马警察咧管理治安管理甲遮好。有当着啊海贼强盗来到咱门下口，咱就爱走呢，保一条性命呢。结果走对山来去，我俗语咧讲走贼拄着虎，走贼啊，强盗来啊，无走袂使，去拄着啥？伫山内虎完啊要加啦，国情啊，即句毋免加讲，就表示讲祸不单行哩。啊，毋过这原来反面的呢，我想好呢，佮第二摆甲你强调，敢有迄个好话？有，你听我讲，咱认真来甲想，爱人好就讲人好，爱人歹就讲人歹，用好做比拼正面的。若讲一个人汉草好。咱翁仔举出来，伫布袋戏台顶，天天嘛听到讲口白主演伫咧表达，讲虎头燕南百眼寻苗，无毋对。我佮讲一个比拼，讲公司大经做了趁钱，总经理、副总经理，包含行销、广告，领班的头人拢真才情。有当着咱的学了讲，因公司内底有啥？有五虎将啊，安尼有影，表示用虎做比拼，即款的俗语话，谈台湾民间流传，也是真普遍，应用都变化。